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欢迎大家来到咱2022年台湾文学系列讲座。咱即系列的讲座是由咱打狗台语开讲社、台文博览会，佮有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咱即一档呢，2022年咱特别准备四大主题要带大家来去熟悉咱台语文学进入咱台语文学的世界。咱头一季咱为台语民间念歌文学开始讲起咱邀请咱周典班先生伊是咱这方面的专家歌仔先来甲咱小解咱非常精彩的民间念歌文学。咱第二季咧，咱是成功大学的陈慕真教授来甲咱讲咱台语的即个白话字的文学。第三季咱有即个体检的工作坊带大家实际来用白话字来写作，来写咱台文的作品咱即一季咧是咱今年最后一季，咱特别咱规划就是邀请咱特别规划咱海内外的台文的创作者咱伫咧咱国内咱有邀请咱打狗在地的即个作家陈立文伫咧海外，咱特别邀请两位作家，咱顶一个月是咱陈瑞先生，即一个月特别邀请咱住伫咧美国美洲咱吴明祥先生要来甲咱讲咱即一个月的即个主题咱即马目前咧2023年嘛要当咧规划大家若有任何的想法也是看法有想要看到的主题嘛拢欢迎会使提供互阮。好。咱协会咧咱除了咱这讲座以外咱逐个月也有不止啊侪即个台语的活动咱阁有即个打狗台语开讲会这伫咧线顶招大家来用台语开讲交流若有趣味拢会使来做伙线顶来开讲。阁有咱若是你有学过台语文咧。咱嘛非常欢迎会使大家会使做伙来读册会线顶的读册会，咱逐礼拜有超过即个5场的读册会拢非常欢迎大家会使来参加阁有咱的台语课程咱逐冬拢固定有开两摆的即个台语课程。逐摆拢有即个无共款的即个无共款的即个班像台语的初阶班、进阶班，也是认证加强班拢非常欢迎大家会使 follow 咱的即个资讯，follow 咱的消息阁有咱伫咧线顶YouTube 嘛有咱台语的节目大家若有趣味拢会使伫咧咱的 YouTube， 还是讲咱的 Facebook 拍即个台文博览会。拢会使找到咱相关的资讯，也是伫咧 Facebook 搜寻即个打狗台语开讲社，嘛拢会使看到遮个消息好，这台文博览会咱 Facebook 还是 Twitter 还是 YouTube， 咱拍台文博览会拢会使找到咱相关的资讯。好，咱今仔日即一场咧，咱第四季最后一场嘛是今年度的最后一场咱特别邀请即个吴明祥先生要来甲咱讲即个台美人台语小说创作的前世今生即个主题咱吴明祥先生咧，咱本身嘛有介济身份本身是一位迄个机械的工程师嘛有参加过一寡就是伫咧海外早期伫咧海外台湾人的运动嘛捌互立做乌名单咱等下会使听伊来甲大家分享伊本身嘛是一位足有名的即个伫咧海外的即个台文作家咱今仔日要甲时间交互吴先生进前则要先甲大家提醒就是咱今仔日即场咱今仔日即场讲座因为是即个事先录影的，所以请大家若有任何的想法，想要甲吴先生遮交流的，拢会使伫咧咱 YouTube 下底留话咱会伫咧放送结束了后嘛会请咱吴先生会使甲咱 YouTube 下底看一下，甲大家做回应。好，安尼咱接线
咱就甲咱的时间交互咱吴敏祥吴先生。好，多谢主持人地地庭先生的绍介。各位乡亲、各位兄姐，大家好，大家平安。我今仔日真欢喜接受主办单位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高雄文学馆的邀请，来参各位谈台美人台语小说创作精细竞赛，刷来看另外一张导影片。这个地庭先生他都有讲过啊，就是咱今年台文创作起稿的最后一场讲座，刷来看另外一张。我首先破题这个是咧讲什么物件？咱知影伫战后，为60年代对台湾出国来美国留学的台湾人真济，因拢尾后拢变做台湾的美洲人。即摆头毛拢已白色色啊！因一世台美人一生辛苦浪漫，红写做这个台语文学作品。我今仔日就是要来讲这段作品。咱单单就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题目就非常精彩，刷了下一张导影片。讲座进前，我要甲这3项物件做一个交代：什么是台美人？什么是台美小说的定义？什么是为什么只谈台语小说的一张导影片？真简单，台美人。台美人毋是台美人，台美人就是迄个讲电视台顶的水姑娘吼，所以台美人我这是台美人吼。台湾的美国人，我用较大的迄个讲定义，会使包括台湾的美洲人、加拿大人、墨西哥人、中南美洲人，拢伫我这个定义内底。当然有人会抗议，我较来解说。二次大战后移民者来到美洲的，拢是台美人吼。刷了下一张，台美人的精神，伫台湾的时阵就是中国国民党实民政权的党国教育出来的中国人。因为像我受过这个国民党12年正规的教育，大学我想就无算大学开始思想开始在变啊。来到美洲了，大部分的这款党国教育的中国人，拢变做台湾人。是安怎变做台湾人？下一张导影片，我会解说着。首先来定义什么？台美人小说的定义，伊的定义真简单。小说主要人物是台美人，人物。时间空间无限，地理可能是美国、台湾、日本、世界各地，迄无限，时代无限，作者嘛无限，作者无必要是台美人。安尼这张就真简单，刷咧另外一张迄个 slide， 是安怎只谈台语小说？因为一世台美人、台美人互相来往拢讲台语。因拒绝讲华语，虽然是台湾的是受华语教育，台语是台美人的灵魂，所以写这个讲台美人的故事，当用台语来写。刷咧下一张导影片。咱有讲着讲是安怎来到美洲了？党国教育台湾人变做中国人变做台湾人。就我个人来讲的时阵。我来到美洲的第一学期，伫大学的册店看到一本册，叫做《Red Star of China》。因中国意思，我 China 这应该真趣味，起来看，夭寿咧。咱受教育咱就中华民族，但是无得当讲台湾民族独立，
伊要支持台湾民族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切一个，我迄个中国意识差不多死一半去，刷咧另外一张投影片。我伫读2学期了，摕着硕士，对滨州的中部刷去水牛城，去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第1学期注册了，去学校的书局，看到一本册叫做《Formosa Betray》，已经有中文版啊，被出卖台湾。迄内底啊写着啥呢？我做囡仔时代有耳无喙，听到一寡字捌事件代志。这本册写甲老火老的足完全，所以我中国意识总死，台湾意识抱起来。刷咧，知影家己是一个台湾人了啊！我来到美国的时阵，在海外已经有台独运动的组织啊，所以我就嘛参加了台湾民族解放运动这条轰轰烈烈的运动。我台湾民族意识抱起来了啊！我就去探讨台湾民族是安怎发展过来，伫古早时代到即摆是啥物款。自细我就对文学有兴趣。我想讲，这个运动唔定政治路线尔，应该嘛会当对文学入手。所以我去探讨台湾文学史，探讨过程中去发现到30年代咱祖先的台语文运动。刷咧，长话短讲，我开始投入这个台语文学的创作的一张投影片。我讲的这个台湾民族，就讲自差不多17世纪初年，汉移民就讲迄个对福建还是对广东来到台湾开拓，大家带做伙有客家意识、泉州意识、漳州意识。岛上迄阵就平埔族，咱俗语有咧讲，台湾人是啥？有长山公，无长山马，环保也是台湾的阿嬷。所以就讲来的罗汉脚和平埔族结婚，生出咱今仔日的台湾人。高山族迄个讲开始的时阵，迄种风伫山内，甲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因要求生，才落来到平地，安那汇合出来。这真长，我最后这张 slide 了，大家看讲台湾民族的大约情形是啥算？用1947年28做一条分线，迄进前就讲台湾民族的情势，28以后晋升哦。你若对这有兴趣的时候，我写过一本写过一篇论文。论文的时阵叫做《为南岛语族到台湾民族国家》，放伫我这本台语无能澄清的迄个讲册内底，大家有兴趣会使看。刷咧另外一张，这个台美人伫这个来到这的时阵，就种思乡啦、漂泊啦，到尾拖断北美洲。迄过程是一款啥物的心态，是安怎咧参与着讲这台独运动？我这一首诗，互大家听出看台美人是咧烦恼祖国台湾啥物物件。这首诗叫做《台湾节》，我这念一下吼。台湾节，人讲 MIT， 毋是美国马州理工学院。是 Made in Taiwan， 台湾节真牛走，走到滨州的草地所在，伫一间路边的小餐厅 ，MIT 的桌签汤匙迎接台湾节的我。台湾国民党人讲 KMT， 伊无爱做 MIT。行到世界到处蒙骗，若要通行世界 ，KMT 的政权就要换做 MIT。行出餐厅，看到火红的黄树林，秋天满山坪，
天时来到，青山不在。台湾不是 China， 紧穿 MIT 的新衫。这是90年代写的作品，到今仔日足侪情景嘛，还阁会当下。当然，迄阵啊，当时啊 MIT 这品，即摆已经进展到世界一流的品质了。你像富国新衫的晶片，啊，佮其他种种，拢是足好的产品，刷咧，另外一张，迄台美人的精神我介绍过啊，即摆当台美人的精神。就因为来到北美洲和台湾挂离，人讲他乡大久是我乡，所以渐渐就拖断北美洲这个所在，变做台美人。刷咧另外一张投影片，迄个转换过程是一款什么款的心情？我用一篇散文。歌中的几撮念来，互大家做参考，恁大家会当了解到迄款心情是安怎转换的。移民者回乡一摆，搁爱离乡一摆，转来念一道，离别挂一道，年年搁念搁挂，年年再念再挂。念着父母情，挂着出外人的心，挂来挂去，念花念滴，安怎念也是出外人，挂落去血流，血流落心土，台美人生叹。所以咧，另外一张投影片，这首因为离开故乡了。亲人伫台湾遐侪年拢无见面，当然嘛会思念啊。所以这个台美人一去无转来，所以我这首诗是一个台湾亲人，你甲想说是一个欧巴桑，还是一个阿嬷，咧思念伊去到美国的后生还是孙仔，拢无转来。伊心内想想讲，你忘去，伊要离开的时阵。伊要甲主动，但是伊心肝来讲，你忘去无讲出嘴。这首歌词我用唱的啦吼。想讲你忘去，了要到一去20年，你飞出上山的秋天。我是知我，如今是知我的是你。知影你有2个千金我牛油，食面包配牛奶，毋知有爱食小肉粽无？听讲啥物？海外有乌名单的飞鸟，敢是若像站稳溪波飞天的乌手？毋过乌手虽然秋天后消失，总是若到春天。因会阁飞转来嘉南平原，恁来讲我嘛看无你，春天时常问起，9月有我无影。因只好先转去，想讲你忘去，想袂到一去20年。到呾犹原是失踪的乌手。下一张投影片。迄个土断过程中，
顺的人和台北人无联络的思念。即摆讲土段到底什么是土段？我用一首诗、3行诗来做一个见证，还是讲做参考啦。我每年啦转去台湾，拢会写 line 和故都的朋友吼，因会回来转来第一抓就讲期待道教回乡时，我回到转去讲第二抓。奈山青鸟他乡车，第三抓就做一个结论讲，新地大古是土家，本来天顶咧飞鸟道鸟，土段线变做地上地拍拍走的鸡就对啦。这土段刷咧另外一张投影片。讲着这道教，我就讲互一个大家看一个影像吼。马里乡道教，这是迄个陈金顺先生在研究乌面上台语文学所出的一本册，伊甲号做马里乡道教。我本人写作者散文，拢藏伫这马里乡记事内底。因内底就讲到这个思乡漂泊土段。主要的故事是安尼所以另外一张是到底台美人和台湾人有啥物款的争吵，有啥物款无共款？我伫遮用一首诗来和大家分享，你听看内底有啥物无共款的滋味，文化上敢有啥物款无共？去年阮二姑转来麻豆，伊讲阿丽啊，咱来去麦当劳食豆。我讲免啦，伊阁请一摆嘛是免啦。加细字煞摇不倒，下一张 slide。转去投阮妈妈，恁二姑已经美国化，伊若有啥物美国时间？参你的3请4请咧，你也讲台美人早知我嘛讲好，台美人已经美国化所以迄个美国文化，讲你若要接受人请，若要请你讲，你就袂毋就讲一句就好啊。但是台湾人好客，要请人客一定3请4请8请9请，一定爱请到到就对啦。所以我用这首诗台美人大家做一个参考，另外刷落讲到这，台美人的情势今生因迄个讲转变过程拢讲即摆就开始要讲这个到底台美人的台语小说有啥写过，有啥款小说，即摆伫遮开始。第一个李德清第一篇《华府康桥》，陈瑞先生有写过4篇。简中祥有写过一长篇，曾公八部崔金元3短篇一长篇，陈金顺2短篇，吴文祥17短篇2长篇，另外一张刷落。单位的这四短篇，就是这个好古堡、面会、圣诞节少年、保照婚，这咱一张一篇一张介绍刷落，另外一张slide。崔金元有3短篇一长篇，水漂爱梦、带水母、沙马仔空、超都是长篇，刷咧另外一张 slide。陈金顺先生的2篇是失踪甲黄昏的故乡，刷咧另外一张。吴明祥台语本选内底有列5篇，就是李德清就吴明祥的笔名，华府康桥、花景、搁在乌青。甲落夜游、落乡特写，刷咧另外一张。吴明祥7的短篇，这我出一本江西线小说集，伫美国出版，伫台湾也出版，拢总有7个，咱才会了解到。刷咧另外一张，这是迄个讲伫财文战线我发表的，7篇第一篇以外。其他下3、6篇，拢是台湾战线专题
论题的小说，刷了另外一张。我即摆特别讲用这个文本观的态度来谈这31篇到底有啥物款的内容。我则简单讲一下讲文学啊，文学因为牵涉着讲这个有作者写出作品来，作品有读者去读，所以文学实际上我看做讲这三度空间因的思想啊思维的一款交流啦。啊，法国的有名迄个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有发表过2篇重要的文章，叫做《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啊，另外一个为作品至文本 （From Work to Text）。刷咧下一张，迄个观念当然真复，唔讲复杂嘛，无复杂咯。我是简单甲了解了，用这张 slide 互大家看。这个作品内底啊，实际上伊有牵涉着语境，就是讲迄社会历史的内涵。啊，作品的书写形式符合结构。啊，这个作品创作的时阵，当然有迄个作者所要表现的文本意涵伫咧。经过读者了解了，伊嘛了解着讲，这个作品可能和这个作者本身无共款的所在。足侪人作者合齐甲读出来了，迄款意象，迄款诠释，就是所谓文本啦。啊，对这有兴趣的吼，我伫这个讲这本。头拄也介绍过吼，这本那个台语无恁情深，我咧评吴中祥的庆生第一篇小说集的时阵，有用着这文本的嘿，你若有兴趣，通去遐看迄内底详细解说说咧。我讲的意思就讲，将人读作品文本就生产出来。作品一开始有作者的文本，作品。刷咧，随人读，随人生跳，将人读出种种的内涵，种种内涵集合体就构成一个文本啦。作品升华到文本，才有意义，才有社会生命。刷另外一张，我甲总结，互大家可能会当较深入咧意会我咧讲啥物话啦。布隆族有一款人变鸟的传说，迄款传说拢总有29款，每一款拢有迄个差别。啊，因遐20款无共款小可差别的集合体，构成布隆族人变鸟文本的整体内涵。但是咱常咱在比喻的，就讲。一阵青面人去摸枪，伊摸出来种种枪的特性，集合起来，迄个讲整体观啊，互枪伫青面人的意象内底活起来。啊，物质上的相的本尊不等于青面人的相，作品不等于文本。哦，安尼。可能歹了解，我刷来另外一张。我甲这31篇啊，用文本的类型甲做整理，整理出来结果啊，有拄仔发现大家有2款基本的类型啦。第一个是讲台独运动，这拢总有14篇是咧讲台独运动。啊，当然台独内底顺迄个。内底深入去看的时阵，伊迄个内容小可有，伊注重的有无共款，像迄个华府公告是咧讲国会游说，失踪是咧讲政治犯逃出台湾了的情形是安怎？黄昏的故乡是咧讲乌名单的无奈，因为参与台独运动。啊，蒋介石是咧讲魂，台湾民族的魂，签证是。因为参与台独运动，入乌名单袂当转去台湾，一对袖口
主要咧谈友情，独立运动镜头友情。刷咧另外一张，哦，歹势，对，这张吼。所以这个台独类型的拢总有14篇啦。另外一个主要专题是土段有13篇，从请食到工程师请伊同事食到免费食到，迄个写甲真趣味吼。开心切肠第21篇，在讲医疗，心肌梗塞无死，救倒转来，咧回想感觉医疗，咧感谢医疗人员，咧感谢友情有诶无诶吼。刷咧另外一张。我讲到迄个台独甲土段是文本主要内涵。刷咧第28水漂梦，刷尾空，主要咧讲金啊，台湾金、美洲金。迄我到每单篇的时阵，才小可详细解说。带水母甲虎姑婆，写小留学生，大学毕业的来美洲留学。尾了90年代、90年代款80年代尾期，开始有小留学生来美国，迄嘛衍生足侪问题，所以这两本小说会当做一个就讲见证。刷落花府刊稿，登伫1987年5月号的台湾新文化，迄内底是咧写。伫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内底有即个画派，甲台独联盟，画派伫国会咧游说，国民党嘛伫国会咧游说。画派本来是宣扬台湾独立自决，但是中国派张浩炎出面抗议。你知影张浩炎是啥物人啊？吼，即马当选台北市长的老爸啦。画派外交部长林中山去华府拜访台湾民主委员会友台的 Senator 传话，伊讲中国安尼讲啦，伊讲独立自决违反民主原则，讲恁袂使继续画派，袂使继续安尼讲，所以画派就不得已讲宣布讲无支持嘛，无反对自决甲独立啦。台独联盟出面抗议画派即款妥协的路线。所以华府刊稿在讲即款物件啦。另外一张 slide， 失踪是咧写1964年台湾国庆宣言的政治犯，伫70年逃出台湾去到北欧的瑞典，20年后才阁重新回祖国台湾。小说内底咧写亲情、政治调查。拍车饲囝的苦衷，读者会对个社会历史事实会当领会，这是咧写平民运动的小说，毋是无用电美的名。我甲这边扣入来台美人小说，迄和迄个文本有关系啦。作者并无写到这个人来到美国。但是经过读者的社会历史语境甲分析出来了，作者无写到即个人都来过美国过啊。我做一个读者，我要甲念做伙啊，所以我甲这边扣入来，迄个讲台美人台语小说，就是迄个文本的观念啦。我只做一个解说，刷咧下一张。黄昏的故乡，这是陈金顺先生的作品迄咧写台独运动者陷入乌名单，即款袂当转台湾人伫美国定定咧嗨着黄昏的故乡啦。即位因老爸过身，
伊用假号叫走分台分享就对啦。啊，入去要安怎含？你要安怎念香？伊就男扮女装，等于到厝里念香。伊个小妹看这个人真奇怪，啊，到尾啊，伊甲小妹讲：我就是啦，正直啊啦。小妹甲带伊见老母，加去参加葬礼，嘛毋敢出面。礼煞随坐飞机倒转来到美国德州的徛家厝。这篇小说的迄个讲男扮女的情节写甲足奇妙，我感觉值得去甲看吼。另外一张曾公半笔，这是大德州的台美人曾公，人号称伊半笔。伊是一个台独分子，参中国分子一直咧抗争。啊，煞咧，即个迄个讲来到迄个90年代时，上世年代我袂记啊，台湾人去浙江的千岛湖游览，啊，千岛湖船难死一寡台湾人，啊，即个曾公半笔嘛有去遐。伊个半笔啊，所以会当落地狱去探着谋财害命的真相。啊，李登辉当时讲，因遐中国嘛拢是土匪啦。煞咧，曾公半笔伫即个乌名单闯关成功了，倒转去到车兰山、宜兰车兰山，伫遐变做石笔。啊，即篇小说主要是咧启示讲，到今仔日。台湾独立还未成功，主要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讲文化问题要解决。啊，文化问题的重心就台语文，无台语文，台湾无法度出头天，无法度独立啊。这篇小说咧宣布是这款意思吼。下一张，超度，这是崔金元先生的作品，长篇小说。伊是咧写北部人吴金元的三段人生。第一段写自台湾受中国教育时代反叛性格。第二段，伊和一般来美国留学，一开始来留学无共款，伊初次来美国是生理人。出入尾后，伊参加台湾独立运动，出入台湾执行台独任务，秘密名媛就对。刷落了，伊搁转去大学读医学，啊，医学的时变做无国界医疗联盟，行医国际救障人，去甲世界各地善者的所在行医。这是一部台湾人找紧要出头天的故事，内底有写着200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牵手护台湾，值得人去阅读。崔金元先生，伊的笔名金元，伊本名叫吴金德啦，啊，崔金元就讲咧找金元啦。啊，这篇超度小说无金元，就是讲无金元啦。伊所有的小说，讲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主题就是讲金啦，咧找台湾的金吼，无金就那像水漂啊。刷另外一张，这张我讲着台独运动，啊，这个是咧写武魂归来落草。这是一个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途伊放弃，甘愿去纽约做小生理人，因为伊感觉讲独立运动需要财源，需要金钱。你完全靠这读册人啊，领薪水会免怎做独立运动，所以甲学位放弃，去纽约摆摊做起，了了做到尾啊，真有成就。啊，伊嘛无放弃台独的想法。哦，但是伊尾来了，伫这个公元2000年左右的时阵啊，严重的脑充血，
啊，伫分娩过程中啊，你一个救得倒来。我这篇小说就是用伊分娩过程中哪请哪忙的情形，在回忆伊这个一路行来的途径路草啦。啊，这篇小说因为主要开始是伫这个水牛城，水牛城离这个奈阿加府足近，奈阿加府瀑布真有名，所以迄内底有一段是在写奈阿加瀑布，伊和伊的爱人伫遐咧谈情说来，尾啊和这爱人离开。因为伊讲要革命，要出态度运动，伊感觉毋通拖累人女朋友吼。啊，所以我甲即段中，迄个讲奈阿加府诶景观甲伊诶想法念一个，大家做一个参考吼。明月光光，河水悠悠，安然流向新鸟溪瀑布甲美国瀑布。勇敢接受一落200英尺的断崖，粉身蓝石头，激起千堆雪，冲成万亿水花水汽，构成现实立体多彩的水世界，创造因集体的运命，升天逍遥。人世间看来嘛是同款呢，时来允教，勇敢来承担。我甲上母啊，这一代台湾留学生嘛，得接受运命的试炼，舞出一场大美人的世界，回报请勇的祖国父母萨，祖国母魂。刷咧另外一张。签证，黑名单人物想要提签证，转去台湾。热力学工程师出张日本，伫台办要申请台湾探亲签证。办事员讲：你下晡来客，阮就会办好啊。时到黑名单人物签证无准，因讲因为电脑。有黑资料啊！这篇小说在写签证前后心路历程，内底有讲到这个日本人咧骂人北甲野路吼，又甲这个艺术车做野路甲北甲，就讲台湾人无想要做野路的政治马路啦，就是要家己独立。做一个自由自在马啊，甲鹿啊，伊安尼想的时阵，因为有去参观这个奈良伫遐鹿苑吼，伫遐啊，你看这个故事知，问题就讲，这人摕无伫签证，转来了1月日后，战友杜文勇死伫台校园，工程师就是哪想迄雷浸着咧黑暗片就对啦，刷咧另外一张。江西线，这嘛是咧写迄杜文勇起头，就讲一只江西线参杜文勇变身了意外上会伫江西树顶啦。啊，前段咧写杜文勇出生伫这个江西那山，伊的童年。中段写伊来美国留学，学着一身的统计学本事，兼出头天的步数。台湾民族主义、民族政治，募款赞助美丽的杂志。后段回台探亲，讲学离奇失望，结尾就讲。死了，化作仙回倒转到伊出世的江西那山，啊，江西那山遐，树根足侪江西线，变身了，继续伊台湾民族解放运动，找找伊死亡的真相。刷咧另外一张，一对袖口，
这写当年大学同窗一对朋友友情，伫台湾来到美洲了，他来参加运动、基本运动，种种的故事，大概4万外字啦。暑假就是带来予甲清风，带来予送清风生日礼物，一对袖扣，大学时代。袖扣看挽2位大学生的友谊工程生涯，因1967年来美国留学，献身台独台语文运动。1995年来福华往生，留爱溪囝。清风伫5大湖畔思思念念，继续因小棒般的台独语文运动。另外一张投影片。故事真长，结尾在讲心情，讲来福是什么款的人吼？往事悠悠，悠悠往事，清风思想起，飞摇伊的枫桥，一款共生相迎的影像，带来互了解宇宙世间单独。变无步，伊一生招盼过着飞摇枫桥的生活。清风思想起，来福啊，你伫对位咧？咱敢是东方的犹太人咧？带咧下一张 slide， 火警，这嘛是咧写即个讲台独运动的代志。含迄杜文勇是共一个人啦，这用这个真名吼，一段凄惨的往事，一夜伤心思绪，一粒高贵灵魂的业绩，一个火警的故事，陈文成的故事。陈文成留学北美洲，是一个杰出统计数学家。在美国的时阵，伊糜烂咧推杀民主政治，台湾民族出头天的事工。1981年回台湾探亲，江下访友，警总约谈，受到苦毒刑事，正31岁。确实，伊早转去台湾呢，是一个台湾民族之火。这个民族智慧继续探开来，探开到即摆。刷咧另外一张，残障囡仔去美国，这写2位残障囡仔，一位是柯清风，一位是洪义雄。柯清风是詹文溪畔的万里乡人，洪义雄是柯清风的先辈，伊是积水溪畔的义德乡人。洪义雄2020年过身往生，清风对思伊写一首诗《义德方上舟》，用4款树木特性，书写因2身家人边缘残障囡仔伫美国参与台独运动的一寡事迹，就先有诗、甲诗扩张、甲小说啦。这是这个残障囡仔喺美国在写的代志。另外一张投影片，威廉波特访问，恁若听到威廉波特，你马上就想到讲，1969年、70年代，台湾的扫棒队戏完成威廉波特年得冠军的故事。所以这个威廉波特访问，就是咧写这扫棒的故事啦。扫棒故事的时阵，伫这个上世年代，我袂讲介清楚啊，大概就讲伫1970的时阵，
台独联盟伫即个扫榜的场所，做训练机拖一个迄个讲台湾独立万岁，啊，英文555台湾。遐中国啊，伫球场看甲安尼好，足气的对，但是无办法。因讲好，台独也有空军啊呢，啊，煞了假当，因就要报复啊。啊，到1971啊72的时阵，台湾水兵啊去美国受训，啊，要求国民党就派水兵啊来到即个球场拍台独人员，拍台湾的观众就对啦。所以伫遐演出一场台湾独立战争的陆海空战。不是个这小说的时阵，我有加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时阵，美国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相杀的故事啦。所以内底就讲有两段，大概做参考。啊，这独立战争的本质啊，在我看的时阵啊，拢是一款乞食官庙讲啦。后来的人靠伊的势力，甲在地人打败、欺负因，拢是一款乞食官庙讲。所以人类要思考，到底敢得爱答辩拢是安尼？在乞食官庙讲刷咧另外一张。问题典范，咱讲大只加问题啦。清末年死的乌克兰民族，伫今年2月24，一体惊人，勇敢抵抗罗西亚大军，破普丁3日要亡乌克兰的小孔卫语，结果拍到今仔日，罗西亚军嘛无赢。比较台湾民族甲乌克兰民族因的发展史，小说点出乌克兰抗敌的典范，正做台湾民族出头天的范本。台湾人真勇敢。啊，小说的结尾将伫美国加州中国人拍成断尸，教会人断尸第达志医师，伊款勇敢的行为，人人学乐。我相信台湾将来若发生战争的时阵，台湾人嘛拢开为着故乡拍拼，开拍就对了。我咧讲用乌克兰民族真卖的抵抗苏联大军来做一个照镜就对啦，是台湾民族建国的名镜啊。刷咧另外一张明信片，这真趣味。台独运动当年要所有世界你真正要革命，一定要闹血，一定有迄暴力就对啦。啊，伫这个这年头就像什么？大概1980年代吼，台湾发生过一遍这个邮包案，食当面的手迄炸伤去吼。啊，所以迄个讲国民党政权就要想讲倒世上来主导策划这场爆炸案吼。啊，这个明信片这篇小说就是咧讲这啦。啊，讲这的时阵是讲，这个人伫离开故乡20几年后，才转去到台湾。转来时阵，甲日本日记炸回美国。20年后退休啊，才来献学生时代日记。日记里啊，暗带一张邀请食的明信片。收到明信片的这笔阿兄是传理干事。啊，迄张明信片做书签一留40年，煞变做政治
进修的证据。就讲当年伊要找讲送犯案，所以伊动用所有的人，包括传理干事，咧早去出国去甲美国人，所以伊想办法，甲这笔小弟锁伫拖的日记啊刻去，邮票拢刻去，伊用伊家己的迄个讲收着民信做书签伫遐在检查，一页一页检查，煞袂记去甲伊的明信片留伫其中的一本日记啦。所以明信片是咧写这款故事，下一张，请食到，这是属于土段啦。住伫美洲已经40-50冬啊，伊咧回想第一年来到美洲的时阵啊，为四季如春的台湾，跳到北美洲，秋天满地红，晒咧寒人冰封万里，好奇咯！春天阁是百花开。40年后，伊怀念当年春回北国的震撼，伫怀念。所以伊一时想着讲，要请公司的20位同事食豆来庆祝迄年春天的来到就对啦。正内底咧写美国文化、美国人的行为，人人拢咧好奇探听，哪会有即款好康的是送要请的？必须拢回一句讲时到就知，因为请的迄个台美人啊，伊甲必须讲你绝对袂使讲到现场的时阵讲出来。所以请食到，刷了另外一张。毋定天公疼憨人，这嘛是土段，这是工程师的故事啦。一位佛灵工程师张匠人出场，暗时要去食饭，开车出着荒郊野外，煞车陷落雨天的落雨霾，真体无步啦。伫遐想到要安怎，爱离开旅社真冲动，也袂记甲手机查出来。忽然间，一台车来，合作将车拖出来，车顶竟然也有迄个讲钢缆会当甲车拖的迄个物件就对了。伊倒转了，甲公司的必须讲上帝有保庇，就是咱台湾人讲天公疼憨人。小说的主题是咧谈纪律啦，纪律少。震撼力愈大，为首谈讲即个核能发电厂以外的几率少，无表示袂发生啦。所以台湾迄个核能发电厂，一般人讲卖起核事，就讲停机，众人安尼讲，所以当然接受众人的主张。刷了另外一张。角落野游，这是在写过去台湾岛屿落足济，即摆已经落无半只啊。虽然即摆伫即个屏东垦丁遐有开始在复育嘛，已经成功啊，可能几若百只嘛咧装来装去啊。但是写即篇小说的时阵，台湾还无恢复落。美洲落是社区来去，所以即篇角落野游是咧写暗时含落。迄个讲小赌场，咧回想台湾鹿的历史。鹿来到定岛拢随便食你的花草剪叶。这位台美人只好认命，伊讲我是咧还咱祖先欠鹿400年的地祖税啦。刷了另外一张，鹿乡特写。这篇安那咧写鹿和人的造物啦，咱捌看过外星人参人做第3类接触的电影，台美人参美洲鹿嘛有第3类的接触的时阵加在这位台美人开车弄着鹿是鹿死，车毁损，人无碍加在。
即款物件伫滨州，每年就有4-5万件啦。是咧写即个录像特写即篇小说，刷咧另外一篇。搁再学青，台美人一世台美人嘛已经有2世啊，到即摆甚至嘛有3世啊。即篇是咧写一世台美人，咧写2世台美人，一个伊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骹盘骨裂，去压袂全好，听乖仔出门去坐训练机，要去书记学校。半暝正到学校拍电话转来，无开啦，敢若讲一句“搁再学青”。本来就要好去啊，因为车跋链搁再学青，老爸听甲心酸，连想一3代往事。正实是爸母疼囝长流水，囝孝爸母手袂风。刷咧另外一条，火热热火，这是咧谈这个科学普及化，用文学的角度，甲这科学大众化。这篇火热热火，就是咧讲用小说谈火甲热的科学啦。谈的时阵是为这个火神话传说。对即个讲人安怎发现火，希腊的迄个讲普罗米修斯对天庭引火落来，投火落来。咱台湾阿美族嘛有火的发现，美洲的印第安人嘛有火的发现。谈到讲炭所烧的火，到核能发电厂的火。小解火热的学的神奇，自古人类靠火创造文明，落笔到近代科技火力核能发电厂。内底也谈到讲即个晶片晶片要生存，嘛爱散热，因内底。讲到热力工程师安怎甲即个火大晶片甲散热啦？主要即篇小说就是咧借用火历史，从古代到近代，甲语境通俗，将科学大众化。这是即篇小说最主要用意。人咧讲小台语文无法度写科学，无法度写哲学。迄种黑白讲的啦，这篇文章就是咧表明，台语文你若认真要写，要写哲学，要写科学，要写宗教，要写法律，拢无问题。刷另外一张，下一张，开心切肠，即个讲心肌梗塞，开心，动脉解刀手术。这篇小说人物7礼拜后，佮动刀切肠一段，因为迄肠也切掉了。小说书写命大日程，在讲神奇的医疗科技，医护人员爱心敬业，同事的关怀友情，等等等等。感恩大难无死。面烂做福建，开刀了一定要做福建，无做福建，开刀白开的。福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本钱持续写台美人故事。刷咧下一张投影片，小天龙船，世界极大的武汉肺炎。自2019年爆发，咧小说伫讲台湾、美国安怎抗疫的过程，内底有写着古早台湾小王船卖瘟疫普渡
上生就对了吼。即摆现代人是靠公共卫生漂撇抵抗瘟疫啦，但是台湾不幸啊，天龙国7年后政治瘟疫一日没差，天龙国正瘟内神通外鬼，作乱趁着这个自然界的瘟疫，伊也咧扮演这个政治瘟疫。小说的结尾，台湾人伫网络顶头烧天龙船，送走正瘟。迄场所就是这个淡水河边的网甲哦。所以另外一张刀魂，刀魂这是咧讲这个手术了，开刀了爱做复健啦。这刀魂的时阵有谈着读复健的物件。古早人只一刀魂都知，现代人刀魂多，愈多有可能愈长岁寿。当然了，就是讲手术也成功，外国医师手下留刀魂救你一命。这篇小说写身躯顶的刀魂，兼写调桥岛的刀魂，政治谋杀刀魂，见证台湾民主政治化运动的刀魂。下一张保照婚，这是写这是单瑞先生的作品，就讲单摕秀英上约伫这个加拿大留学，结局秀英老母中风，伊留伫台湾照顾阿母，死心不爱回，单摕了批函。40年后，因两人伫台湾高铁小拄长，迄时男婚女嫁啊，拢有孙啊。因两人伫台南落车再离别，但得远远听到一句话，秀英的孙仔讲：“阿嬷，你在咧流目屎，咧哭咧。”哦，这是咧讲台美人的婚姻啦。刷咧另外一张，听到吼声，这嘛是台美人的婚姻。60年代，留美的男女对性保守搁较好奇。留学生婚事哪像咧飞快车，姑娘秋天来，男生人人约，3月就嫁。女生周灵娇，喙唇那重像铁壁，男生可就像生夏娃伊草裙舞珍珠港。周灵娇淡金果，未堪得等，可照常搁一年。周灵娇随换一位留美医生结婚，即嘛咧讲婚姻吼，迄嘛真趣味的过程嘿。刷另外一张，面会。单瑞先生写过飞车女死伫府城飙车，3年过啊。飞车女半暝竟然伫北美洲温哥华机场来向单瑞作者单瑞小说人物共一个人向单瑞抗议，伊讲我无死，你大家写甲遐粗鲁，啥物两支白大腿啊，开现，抗议了，飞车女约单瑞台南再相会。单位代志办煞，拍电话去，就是讲迄个飞车女伫温哥华互伊的电话，2443838，接电话人讲，伊10年前死啊。所以这画面是咧写灵魂，人死后是毋是有灵魂？单位是咧思考这个问题。刷了另外一张，圣诞节少年。这嘛是单位作家咧谈这个灵魂的代志。台湾人看亡魂，美国人嘛兴看灵魂啊。美国亲家过身，一个台湾查某囡仔的亲家，美国亲家过身，圣诞节家族聚会，有2回孙仔讲，
阿公坐伫遐，大家都讲都无啊，睇你来就找阿公坐伫遐。台湾新闻问后生，阿公坐伫对位？囡仔看着阿公诶代志年年发生，总是大人拢无看。所以小说是咧讲敢有灵魂啦，是探讨这个问题吼。刷咧下一张，水漂仔诶梦，一个台湾姑娘彩云啊，来到美国。伊本身对中国历史、地理捌透透。美国男友讲，台湾代志你捌无半项呢？老爸赶暗赶倒转去看，不幸死去，相思半煞。拄啊拄着9日大地震，伊参加救灾，得到启示。伊无转去美国，伊落土生根。伊讲，毋通一生若水漂啊，着要有根。你若水漂着漂来漂去。另外一张，沙尾仔空，这嘛咧讲根。中美洲的二世台美人河西少年家，转来到老爸高阳港仔口，要来找前世今生。煞着爱赶回巴拿马听律师宣布，伊中美洲阿嬷留落来遗嘱遗嘱一张批。伊批看了啊，煞那像海墘啊，土空爬出来沙尾啊，懵懵渺渺，毋知要走对位去。原来伊4岁时生火烧死老母甲小弟，迄批内底安尼写。这大家可能想到巴西当年一个吴亦华，我想这篇小说是用迄做基本写的，地点换做巴拿马，无写巴西。刷了另外一个带水母，这是写小刘啊，姓刘美啦。有钱爸母用观光护照送囡仔美国，观光了无爱转来，甲囡仔注册，直接变做小留学生。爸母想讲伫美国教育环境较好，结局啊，小留学生借济足济社会问题啦。翁某分开有翁某的问题，翁做空中飞人来来去去，为囡仔干那伫遮托人，爸母拢无离美国，囡仔食毒，失去爸母爱，寄到人兜，变做别人的囝儿。这边带水母，主要内容是安尼。刷另外一张，嘛是小留学生好古堡，这个足趣味。小留学生去互大陆卖拐去，因为妈妈家己一个人照顾袂到，请一个大陆卖来照顾后生甲查囝，结局因翁伫台湾破病飞倒转去台湾，大陆卖照顾2个囡仔，结局大陆卖甲这个小留学生带往上海。用小留学生的护照，大陆卖带家己的后生3日后飞到纽约参红西会合，伫餐厅拍工生活。小留学生的某啊，对台湾转到洛杉矶啊，看无着后生，伫所见街头摕着相片问人，敢有看到这个囡仔？这囡仔伫中国大陆到底是安怎？无人知，小说嘛无交代。所以小留学生留了足济物件。刷了另外一张，结语，就讲60、7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因绵绵思念故乡。为了祖国台湾独立出钱出力，
因为黑命单的关系，要生存落，拢处着永久居留权，变做美国籍，最后拢在地化、美国化，拖断美国本土，成做一世代美人。煞咧，另外一条，台美人思乡、流浪、漂泊、拖断，即款浪漫的过程，互书写成做台美人台语小说。即款拖断、落土生根的美学。即款台美人拖断的故事成做台湾社会移民族群内底，伫台湾本身内底嘛是有即款思乡漂泊拖断的代志，就是讲，亲像1949年，几百万的中国人逃难来到台湾。20-30冬、30-40冬落来，迄款咧思乡使用中国大陆，使用因的爸母、兄弟姊妹，但是现实因就是爱拖断台湾。等到1987年开放探亲，转到故乡，看爸母、看兄弟、看姑阿叔，因纸长的金民财宝，互因故乡的人北甲光，然后因拢用双脚一身，搁倒转来到台湾，选台湾做伊的家乡。所以移民者，不管你当初的愿望是出自你真心的，还是被逼的，你伫当地住久，自然你就变做当地人。应该你就爱想起爱伫当地生活咧。而即个台美人和中国人，所有外省人来台湾，伊两个主要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对安尼。台美人来到美国，就给家己拍拼。美国政府袂讲特别要照顾你台美人，要别互你特别的利益，特别的迄个讲照顾。但是台湾社会因为战后台湾再次变做外来者的殖民对象，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欺负台湾人，继续殖民台湾。当年还没做伙来的人，这个中国国民党政权特别甲伊照顾。所以，这外省人、这逃难的人，因拖断台湾的速度，比较正常的台美人拖断美洲的速度无共款。但是，事实上，因嘛是最后爱拖断啦。人类移民拖断的过程差不多是爱经过3代才拆会清楚啦，完全拆掉啦。欧洲人是安尼，我嘛看过这个意大利后裔，伊咧写因阿公、因老爸的过程，伊就第3代啊，伊第3代才完全和意大利文化恰当伊就对啦。台湾同款，虽然是有较慢，但是最后嘛是。拢爱变做台湾人另外，我咧讲这个台语文学的意思，就讲，伫
这尾啊，这问题内底可能会问到我，这个广告者，我就讲正留伫迄个阶段正来讲吼。所以我今仔简单讲到这，多谢各位，多谢。好，咱非常多谢咱吴斌雄先生甲咱精彩的演讲吼。咱接下来咱上尾咱阁有即个有先收集一寡，因为咱讲座是事先录影吼，所以咱有先收集一寡问题吼，要来去甲即个吴先生请教吼。伫咧咱开始之前吼，咱先互吴先生先客串一下吼，咱先阁小解一下放上一下咱的活动诶。咱今仔日活动吼，咱是即个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啦，是咱2022年的上尾场啊。咱即系列的讲座吼，咱自2021咯到今吼已经2档啊吼。咱台文博览会，佮有打到台语开讲社，甲即个高雄文学馆吼，咱做伙主办即个台语文学的系列讲座吼。咱即2档吼，拢是有各规划4大主题吼，所以2档拢总有8个无共款的主题吼。甲大家来了解咱即个台语文学吼。咱遮个主题吼，大家若有趣味吼，咱有咱遮有录影吼，拢有录影，会使伫咱即个台文博览会伫咧 YouTube，都拢嘛会使看会到。所以若对咱演过讲过的主题有趣味的吼，欢迎会使拍即个台文博览会点 YouTube。咱今仔日即场咧，咱是12月吼，咱即个海内外台语文创家作家的创作经验。咱伫咧即一季吼，咱有邀请咱台湾打稿的在地作家陈志文，佮有邀请2位海外的作家吼。这因为拄则大家听了应该会感觉非常的无共吼，甲咱平常时伫咧台湾接触到的观点吼。是即个陈雷先生，佮有咱即一场是吴明雄先生来甲咱小解。咱社团吼打到台语开讲社吼，咱拢固定有定期吼咧，伫咧线顶还是伫咧打稿吼，有咧办台语活动。除了讲座以外，佮有开讲会，佮有即个读册会，佮有咱有办固定的台语课程，也是咱线顶嘛有制作台语节目，嘛有伫咧图书馆甲即个囡仔吼。讲即个台语囡仔国。咱遮相关的活动吼，若要找会着吼，就伫咧即个 Facebook，敲找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这是咱的Facebook 的社团吼。伫遮会使找着咱相关的资讯，也是拍即个台文博览会吼，咱嘛有经营即个粉page，也是伫咧推特顶悬，也是伫咧 YouTube 咱的频道，嘛是即个台文博览会，遮拢会使找着咱的资讯吼。咱今仔即场吼，咱非常感谢吴明雄先生吼，来甲咱分享即个用即个台语面的观点吼，来甲咱分享即即个精彩的即个文学作品吼。这我个人感觉是咱伫咧台湾本土可能较想袂到嘛无可能法度写会出来即个观点啦。这嘛拢是咱台湾文学吼，台语文学正讲的吼，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吼。好，安尼咱接下来，咱就进入咱的即个问题交流吼。安尼咱来看咱的问题。吴先生，敢准备好啊？会使。好。过来好，咱接线吼，咱遮有先收集一寡问题吼。大概咱分做3个部分啦，来甲吴先生遮做请教吼。咱伫咧YouTube 吼所有的观众朋友吼，你若有任何的问题，是讲有任何的想法，还是感想吼，咱拢欢迎吼，会使伫咧 YouTube 下底留话吼。咱嘛会请吴先生吼，会使来咱遮 YouTube 下底来看大家的问题，大家的心得。好，安尼咱的问题分做即3个部分吼，就是想要请教吴先生一寡个人的背景啦，伫咧台湾还是伫咧美国，是安怎会有即个就是等等还是咧做后面多等等的问题吼，咱伫咧个人背景遮。
啊，有一寡学生是对台语文学的看法，也是咱现处是一寡语言的问题、语言的议题吼，来甲学生是请教。好，安尼咱来看头一个问题。咱请教学生是吼，就是你讲你伫咧出国进前啊，是一位受党国教育的中国人，啊到美国了后吼，才转化做台湾人，啊是虾米款的事件，还是虾米款你心理的转换吼，互你意识到、了解到家己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啊，一张好。好，多谢这个第二名主持人的第一问，是安怎中国人变做台湾人？我甲简化做安尼啦吼。事实上，受过12年还是16年党国教育，迄是一款洗脑啦。像我本人本身就受过12年，对小学、初中、高中拢总12年，若搁加大学4年，就16年。当然到大学了的时阵，迄个看每个人的迄个经历啦，开始可能会产生一寡对党国教育、洗脑教育开始有疑问就对啦。总是就讲一款洗脑教育，但是留学生来到美国了，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伊的资讯公开，啥物物件你嘛拢读会到。当年伫台湾国内，你无法度掌握的资讯，直接拢摕到。啊，你摕到新的资讯了啊，会含你脑里的旧文化相拍电啦，会冲突啦。啊，你会去思考，会去想，会意识到爱翻身，重新做人。啊，是啥款的资讯？就我个人来讲，迄基源伫对啊，伫两本册啦。就我伫迄个讲本文内底有讲到，1968年我来到北美洲，去到宾州的中部，叫做 Louisburg， 伫一间大学叫做 Bucknell， 我伫遐修硕士，机械硕士。学期单开始，我去踅即个大学的书局啦，看到一本册，册名叫做《Red Star Over China》。哇，迄真明显，因为中国人意识的想法，这中国的物件伫台湾毋捌看过，买来看啦。一显入去内底啊，竟然有即个毛泽东安怎甲迄个访问的记者伊个斯诺安怎讲呢？因为伊个斯诺甲问讲，恁中国对失去的土地有啥物看法？伊讲阮拢要收倒转来，但是有两个例外。第一个对朝鲜，阮袂甲收倒转来，阮会支持朝鲜民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脱离日本人独立出来。伊讲共款的原则对待台湾民族，我看者惊一跳。伫台湾敢若听过讲中华民族，无人讲台湾人的历史、台湾民族啥物件，所以我看了我的思想、中国意识死一半。啊，伫遐读2学期，摕到我的硕士，对啊，一个月和巴士。伫宾州进入纽约州，去到水牛城读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迄是1968年的秋天啊。秋天注册了，我嘛是去踅大学的书局啦，看到另外一本册《Formosa Betrayal》，迄已经有翻做中文啦，后来叫做被出卖台湾。我做囡仔时代听到迄款有耳无喙，听到一寡二八事件、懒懒散散的物件吼，无完整的物件，伫即本册
册作者George Kerr 当年伫台北的副领事，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伊甲这200事件的内容写甲非常清楚，内底台湾人迄个国民党安怎谋杀的事件、老血老弟的物件写到足清楚。我一看，中国意识全死，翻身做台湾人。其他人因嘛是因为接受着新的资讯，和过去中国的洗脑教育来做一个小拍电，伊就会将感觉讲我是台湾人，所以唔只有一代伫北美洲轰轰烈烈的台独运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直接个甲侵入去啦。做人，你伫这当地住久，你的意识会一直变化。台美人到尾对中国人变台湾人，到尾变做台美人，一定要在地化。所以血缘甲地缘对一较重要。看你这个所在住久，你这个所在住20-30冬、40-50冬当然是地缘较重要你才生存落你才变做当地人就我讲的，迄个道教要变做土家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就安尼简单做一个解说好，多谢民雄先生吼。好，安尼咱接续看第二个问题吼，就是你本身是这个工程师，是安怎这个政治还是历史的意识启蒙了后，是安怎会开始对这个台语文吼了有趣味你拢投入偌济时间咧写作啦？甲你是这个台美人的身份，有啥物关系？好，多谢。工程师闽南写台语文，参台美人有关的也无，可以安尼讲啦。台湾人工程师因为思想飘撇，想着台湾要安怎翻身出头天，参与台独。台独运动其实条条道路通台湾独立的罗马啦。你切入的方向可以是100%政治运动，嘛可以是文化运动，嘛可以是这个文学，嘛可以是艺术。凭你安怎看？当然，大部分人拢是为政治这项切入去。真个运动过程中，我伫这个本文内底有提到讲，我去探讨台湾民族发展史，有去注意到1920年代、1930年代，咱的阿公阿祖迄代人在思考啥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讲语文问题。连文卿先生有讲着讲，凡是民族问题，就语言问题。意思就讲，日本民族想要消灭台湾民族，所以伊想要消灭台湾语文。连文卿讲意思讲，咱来保留、继续发展台湾话迄一个。另外一个就讲，伫这1930年代，台湾文学作家、社会运动家、政治运动家。亲像黄兆辉，伊就讲咱来用台湾语来写咱的作品你是台湾人，头低台湾天，脚踏台湾地，伫遮生活。咱拢讲台语，当然应该用台语来写。所以这两项代志刺激着我的想法。我讲无毋对，刷了我去甲研究，因为我咧讲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我研究欧洲西欧民族国家发展内底，因的文学作品就是拢用家己的民族母语发展出来。所以我有这觉醒了，我就讲我要行台湾
独立、台湾民族解放的时阵，我要对文化、对文学切入去。啊，有这个理论了，你得实践啊。啊，所以我开始迷乱在写台文作品、散文、诗、小说。然后个咧做工程师还未退休进前的时阵，我就是写散文为主啦。咧写小说就爱个伫遐整理吼，爱了较侪时间。啊，我咧做工程师的时阵，我伫即个1998到2002的时阵，有担任过即个公论报、台湾公论报迄独立机关报内底的副刊、台湾文化全刊甲文学园做主编。啊，所以我为着要过，我本身嘛写作者散文作品。你是做工程师的，但是名是就是在写台语文啊，会使安尼讲啦。啊，所以讲是安怎我会工程师了一个时间在写这个台语文，需要就是含台湾独立、台湾民族要独立。民族要独立啊，爱靠政治、经济、文化三支大条拢用。咱今仔来看台湾的政治甲经济，虽然政党轮替，最近迄个讲选举，民进党个大败，但是对民主政治来讲的时阵，台湾的政治运作已经真独立啊，经济嘛发展真好，真独立，但是文化呢？文化内底的灵魂是语文啊，台语是台语族的灵魂，客语是客语族的灵魂，南岛语是南岛人的灵魂。啊，这无灵魂，你无法度徛开啊。所以我的看法就讲，咱无法度掌握咱家己的命运，多数族群的台语族竟然要搁伫互外来者统治。迄个语文无徛开就对啦。我做即题我简单解说到这样诶。是吼，非常的要紧吼。像即个王玉德先生讲诶吼，这语言就是咱民族诶灵魂。我即个我着头拄讲迄个第一款啦。对。工程师迷乱写台语文为啥？我头拄有讲过，林文庆就讲过，有民族问题，就言语问题，就要保存建设台湾话。我拄着黄石花顶顶的台语文件，探讨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学，拢是母语文学。所以我建构台语文学的台湾民族解放建国理论意涵。你若对这有兴趣的时阵，我本身就把这论文啥拢捡伫一篇，即个讲糟蹋台湾文学的分集，这是金安文教机构出版的嘿，你内底会使做参考吼。内底什么？另外一篇作品嘛是文教机构，就讲结束语言228，或者讲语文独立建国个关键吼。安尼可能刷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款。看后一个问题吼。OK， 还个是讲迄个问题。OK， 工程师迷乱写台语文参台美人有关系无？若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台语无冷静深糟蹋台湾文学分集结束语28三本册，拢是由金安出版社机构出版的。有理论刷了就实践所以我迷乱写台语文创作台语文学作品的意思就伫遮啦。我已经退休退休了有时间就拢毋免上班所以我即摆主要就咧写即个讲底篇的台美人台语小说因为过程中有发生我要写游记的关系，所以出了第一本即个蒋思贤8篇了，
线上后长2、3年，最近才过去2、3档，才搁倒转来咧认真咧写短篇小说，希望将来会当写较济，尽量甲这美洲台美人伫美洲奋斗诶政治、经济、工程、生活，拢总甲写落，尽量写哦。所以这个题大概这张了刷咧，大概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难讲，嗯，佫是顶一个，咱即个问题最后一张。还佫一个好嘅，安尼继续讲了。伊迄个就是讲台语文是思想漂泊台独嘅产品啊。这个产品伫台美人嘅精神起邦，来到台美人今生啊，犹是继续。意思讲，其实这个台语文的迄个写作吼，主要是咧因为迄个台美人精神的关系，因迄个思想咧漂泊咧台独，台独的时阵要安怎台湾民族要建立国家？为迄文学理论，对我讲民族语文，所以这个产品伫台美人精神起邦，来到台美人今生啊，我这个今生我即摆已经台美人啊吼，犹是伫继续。即款闽南写台语文学作品是台美人感民族国台湾的倾向，这是台美人回馈的行动。刷了了，可能会，就讲恁可能佫继续问讲即款敢会继续？是毋是还佫一张？还是我共款在回答这个问题？下一张。咱看后一张。OK， 无安尼尾仔正佫讲嘿。再来是即个乌名单的问题吼，就是安怎吼？咱吴文祥先生吼会去互列做乌名单啦？是安怎知影讲家己无法度佫转来台湾？迄时阵是安怎想的？厝内的人是安怎想？OK， 好，这吼，留学生参与台独运动，台独运动的范围真宽吼。你参加独立联盟组织，迄当然是算做真伫国民党要别的眼光来看是真严重的。但是有人你发表我批评国民党的言论，迄嘛有可能是乌名单迄个照片听到了，甲你密报转去，你就像乌名单啥款是台独，随在照片定义就对啦。你可以是批评党国，嘛可以是参加同乡干事，还是你同乡会时有做过发言。所有的实在伊定义的，伊甲伊报起，你就乌名单。啥时会知影？认真来讲，就是讲你若想要转去台湾的时阵，你无法度摕到台湾签证。你还阁是摕台湾的护照，就是讲你无法度摕到转去台湾的签证，就讲回台签证就对啦。你若摕美国籍，就是你要去签证的时阵伊无爱互你啦。迄篇小说签证签证就是这个乌名单人物，伊要美国要去日本出差，伊含美国同事的经理做伙起来。飞机正当伫机场起飞的时阵，伊甲这个人讲：“嘿，日本了离台湾足近的，你敢无要转去看你的爸母？”这个人想讲怀疑我家己是乌名单经理安尼问，你无法度伫遐低度，你爱马上回答啊。所以甲迄个讲过去的历史，才紧紧回流一个，随嘴讲好。这个会议煞，我就来转去台湾所以伫日本签证摕无到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你是乌名单。摕无到乌名单，到底要安怎？每个人都无共款，大部分的
人拢是接受啊，继续做该做的台独运动等等啊，无啥物怨叹啊。啊，这个回答会继续看另外一条 slide。处理毋知真相，从即个后生即个囡仔，即个查囝是安怎一去20-30年拢无要转来？伊会责备，伊讲敢是将台湾放袂记得去啊？像我老爸就真怨叹，伊讲囡仔饲到遮大，去美国留学一去无回。伊足袂谅解，伊讲你是甲台湾放袂记去啊，是无？啊，事实上，伫美国诶台湾人，因拢知影寄倒转来台湾诶邮件，邮局拢会检查，等后批检查了，才搁寄到你厝人诶手内。啊嘛，因为邮局有检查。美国寄转去台湾的机票啊，往往拢失踪。啊，美国邮政啊，拄着即款要要求赔偿的案件太济，所以规定讲寄台湾的，迄个讲保险金啊，袂使超过50块美金，超过50美金伊无爱保险。啊，所以因为监控邮件，所以台美人就无法度伫批令解说清楚，恐惊互爸母家人一款困扰，所以拢无讲啊。啊，无讲的时阵，用我亲身个人的经历的时阵，就是我拄好有同乡要来美国考察，伊伫迄台糖研究所在做代志。要来康奈尔大学做寡研究来考察，伊真好心去找阮老爸带来接臂的话就对啦。我就甲拜托同窗甲我的解说带倒转来，所以爸母了解了，就紧讲，毋通转来。毋通互因搁陈文成去，陈文成转去台湾探亲，1981年与金总约谈死伫台湾，所以乌名单的故事啦，大概就是安尼刷咧。我先说来吼，说来就是即个国民党乌名大诶人真济吼，拢是咱台湾诶精英。啊，美国政府敢有安怎诶态度吼，对待遮互国民党乌名大诶人？好，这吼乌名单一般来讲，应该算是政治犯啦。啊，若是政治犯的时阵，美国政府理论上来讲，应该会保护袂遣送啦。啊，当年大概伫美国抑阁无听着讲政治犯去美国政府遣送转去台湾的代志。不过个实际运作情形，我无研究，无资讯。知影早年留学生被注销护照，美国国会议员，你若去找美国国会议员，伊拢会甲你斗3工啦。学校教授会关心出面甲你安排，免得转去受国民党的苦刑。我相信大家知影一个迄个周锡明医师。伊当年诶时阵，就是伫缅甸苏达读册诶时阵，去互国民党甲伊吊销护照。吊销护照了诶时阵，伊诶美国教授就真出力替伊找头路了，
就讲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啊了摕到即个讲永久居留权，所以袂因为安尼转去台湾受苦刑。所以讲美国政府敢有特别优待精英，这我毋知影啦。但是当年足侪台美人，因为拢是读册人，啊，伫即个1970年代，美国伫太空计划，伊需要足侪科技人员，所以才会迄个讲理工科的科技人员，拢会因为用即个科技的需要，去取得这永久居留权的保护，所以嘛有可能算作是美国政府一款变相的，因为因的人才需要，啊，伊嘛知影讲，若有即款黑名单的时阵，迅速会当取得伊遮永久居留的权利。所以即题我就简单爱做这个介绍，回答嘿。也是吼，迄个要请教迄个吴先生吼，敢知影廖爸仔生做啥款？还是敢捌互相交易过同学啊，还是朋友啊，是廖爸仔无？这个问题吼，真趣味。廖爸仔生做啥款？我咧想啦，拢生做哪像马英九啦。事实上，真讲开吼。廖爸仔并无特别啥物款的面啦，啊，若是讲是毋是个人捌去邀伊食是廖爸仔，我并无特别去关心讲食是廖爸仔，因为无遐尼惊吓啦，敢做敢担，入乌名单就是乌名单。毋过廖爸仔身份。有当时啊会家己暴露出来啦。我伫匹兹堡同乡会经验，互阮安怎认出廖爸仔呢？伫这同乡会伫聚会时阵，可能过年食饭啦，中秋节啊，逐个做伙啊食饱拢会伫遐谈嘛，还是咧讨论代志诶时阵，办座谈会诶时阵，就讲有一个同乡安尼讲。廖爸仔吼有够好康，每月日领400块美金，廖爸仔费就对啦。一个同乡就讲无啦，才200尔啦。无意中就是讲，伊出来讲才200尔，意思就是讲我是廖爸仔啦。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时阵，我想恁要问的意思讲。是毋是逐个拢足惊吓？我想尾下了无啥物惊吓，无惊吓啦，就是到时袂当转去，袂当转就袂当转去啊。刷咧，另外一个问题。多谢吴先生，我感觉真正是足趣味，廖爸仔家己报出来。过来吼，咱接续吼，咱是要。问题要进入即个，就是要请教吴先生对即个台语文学的即个看法啦。好，头一个问题吼是要请教吴先生，咱上喜伊的即个台语作品是啥 ？OK， 我安尼回答啦，我上喜伊的台语作品，为推广台语文来讲啊，我上喜伊的是台语散文啦，因为。读者容易踏入来欣赏。就我所知影，台湾办过足侪台语朗诵比赛，往往拢是选散文作品。就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三度随于空间来建构文本，推广台语文来讲，散文是真好的形式啦。散文书写应该是各种文学类型的基础，从散文写好了去写小说，应该是一个真好的基础啦。可能毋是足侪人有即款看法啦，
但是我是遐深深感觉散文作品对推广台语文来讲，应该是一个真好的文学类型。我是安尼想，台湾语文运动界会使考虑增加散文奖啦。到目前，各种文类的奖有诗奖、小说奖，哪想还阁无散文奖？其实散文我感觉真重要，是所有文类的基础啦。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安尼答复嘿，煞咧。多谢，我就是接受这个问题吼，是要请教，就是你认为讲台美人咧写的台语小说，甲台湾人写诶台湾小说台语小说，争差伫倒位？好，这个吼，我无迄个研究，但是我就今仔日我所了到的31篇吼，用安尼甲列出来，我试着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无真正回答，大家共同来思考啦。因为这个问题吼，即摆是台美人是变做作者。我咧讲的这台美人、台语小说，迄台美人是人物作品的人物，所以我就这个作者的身份是台湾人还是台美人？作者的姓名，迄个作者所发表过的台语小说的总数。作品人物是台湾人还是台美人？作品的题材，我就暂时甲用讲台独、土团甲金甲其他。其他的意思，我意思就是讲吼，伊的作品内底无属于台美人台语小说，我拢甲归做其他啦。咱第一个用台湾人作家身份陈金顺先生。伊拢总有36篇的小说，其中一篇是长篇小说。伊的迄个作品的人物34篇是台湾人，2篇是台美人，就是失踪甲访问的故乡。单类就伊的短篇小说拢总有64篇，金安出版社分做5本出版。64篇，就我的了解，就是台湾人人物的60篇，台美人4篇。伊的作品内底咧讲土团有3篇，崔景元总篇数有18篇，14篇是台湾人。4篇是台美人，简中上1篇是台美人，吴明祥20篇，台美人0，台湾人0，台美人20。看起来含迄个作家的身份是台湾人啊，台美人，看起来大概无啥物直接关系，因为陈金顺36篇。台湾人处理台湾人34篇，陈瑞先生处理60位，伊台美人的无济。崔景元嘛是台美人，伊主要嘛是台湾人，所以就这点来讲，台湾人还是台美人身份对人物的选择大概无啥物争差，还是讲。这个作者伫写这个题材的时阵，年代有关系。陈瑞先生早年伫写64篇，我想算作至少比我较早。我写台语，迄个讲小说作，迄个较晚近除了迄个胡唐家友啊，所以我无啥物特别的看到啥物争差嘿，可能就是特地人。
大家继续去甲探讨看卖吼。所以我简单回答到这，刷咧另外一条。多谢，安尼接续即条问题吼，是要请教，你感觉台语文学伫发展的方向安怎会较好？若要考虑到台语要搁活搁兴咧？好，安尼就第一次人类文艺复兴的路程来看，由即个文学作品起造民族语文，而且奠定民族国家的成长。民族国家靠三支大条菜起来，我已经讲过啊，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台语文学作品就要往优质拍拼。我安尼期待啦，期待台语的坦克、乔瑟、莎士比亚会伫台湾发生，来促成即个回答可能继续第迄个我无跳倒转来，倒转来。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就讲希望台语文学作品会当往优质作品出发啦。我相信优质的作品的时阵，会当提升台语文的质就对啦。由这个台语文学作品提升台语文，台语文才个继续来提升台语文学的品质嘿。我对这个我就简单做这款回答嘿。多谢吼，呢，过来是对台湾本土语言有愈来愈无人讲，搁接续吼，咱接续是即个要问即个民雄先生对语言诶问题甲看法啦，吼，即个问题是对台湾本土愈来愈无人，本土语言愈来愈无人讲，有啥物看法？敢有啥物方法甲建议互逐个？好，我安尼回答。本土语言愈少人讲，咱拢定咧唱一条歌，爱拼才会赢吼。迄内底一句，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吼。有机无魂做主人，无做人萝卜。咱政治经济拢独立独文化文学要两家的爱在希望政党轮替2摆要是中华民国台湾无分怪胎，翻身做主人，讲台语、客语、南岛语，刷咧可能是继续回答的款，好无？好，安尼好，另外一题。好，安尼咱后一题是，你感觉海外台湾人敢有机会有人亲像乌先生即演的安尼继续用台语来创作吼？好，我的回答是安尼，4位一些台美人书写台语文学作品，是因为因思乡看透祖国台湾建国未成，因为欠一味台语文，徛出来面烂写，是一款拍砖引玉的回馈。移民者的台美人必然土断北美洲，移民的天律一世咬断思念，2、3世必然转转。刷咧，另外一条应该是继续回答。土断语文当然美国化，写英语文的台美人故事。已经有2世台美人写英文的小说啦，迄嘛已经袂少强调台美人土断前后的语文真相，其实我是伫文字下骹啦。祖国台湾人兄姐来台湾的移民者、煞乞者、看庙公。要杀死台语、客语、南岛语，为啥咱戆戆接受？这是我的回答呀。大概问题哦，嗰啲
多谢欧先生吼。好，过来就是伫欧先生吼，熟悉即马台美人内底吼，迄落厝内有18岁以下囡仔诶家庭，佫有偌济囡仔是会讲台语诶，甲顶一end诶相比，迄比例敢差足济？好，我诶回答是安尼：一世100%讲台语，二世减少啊，还剩几拍我无自信，三世大概归零。这是移民的天律，土断的必然性。道途生囡仔在地本土语，落叶归根是树叶本性，人类落叶归根是主观愿望。老外去中国探亲，拢用双脚回台湾入土为安。多谢各位。多谢。好，过来咱后一条吼。好，咱这最后一个问题吼，要请教吴先生吼，咱对台语用语的看法吼，即个罗马语甲台语汉语书写有啥物款的看法？咱请教吴好，先生。安尼汉字、罗马字写台语文的看法。台湾的可贵是自由民主，得来无容易，无简单。台语文字的使用阶段嘛是着以自由民主的原则竞争，经过竞争才会画出好的物件。商场共款功能的物件，坐，好的生存落来。另外一张。汉字台语文、汉的台语文、转的台语文，现阶段拢各有因推广、保存台语文的功能。现在各种文字的台语作品，电脑键盘一字，就可用将来台语文字展示。亲像抄写中国英文的 Canterbury 故事集。可以翻做现代英文拼写法。中国时代的抄写作品，现代人看无，但是会再直接翻做现代英文拼写法。这是我对汉字、罗马字、台语文的看法啊。多谢。好，非常多谢咱吴斌祥先生吼，今仔日甲咱精彩的演讲吼，佫有咱落尾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咱接续吼，咱大家吼，佫有问题想要请教吴先生的吼，咱毋免说字吼，咱伫咧 YouTube 下底会使留话吼，咱甲请吴先生来甲大家遮做回应吼。好咱即一场的讲座嘛是咱今年上尾场吼。咱特别感谢吴先生，嘛非常多谢吼，咱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工作团队吼，咱就是做遮个准备斗相共吼。好，安尼咱今仔日个讲座就到遮，咱非常感谢大家，好，多谢，咱明年再相会，好，多谢吴先生。多谢。